2026年丙午年對庚辛金日主嘅人嚟講咧，係正官同埋七殺嚟嘅。無論你係身強啊、身弱，都係好事嚟噶。只係身弱嘅人咧，就會覺得更加大力，同埋會辛苦啲。無論你係打工、老闆、學生，你喺事業同埋學業上面咧，都會喺今年咧遇到唔少嘅挑戰。但係呢挑戰咧係令到你升 level 嘅，都係一啲升職同埋揾多啲錢嘅運嚟嘅。八字咧要成個盤咁睇，會有其他嘅變數嘅，係你要喺之前有正確嘅價值觀、積極情況之下咧，今年先會有上述好嘅事情發生。希望你訂閱我嘅頻道，分享俾朋友，等多啲人知道玄學嘅知識啦。講咗好嘅，就講翻啲小心留意噶啦。八字盤入邊咧，如果再見埋一個傷官，就會形成呢個傷官見官嘅情況，會發生呢個工作是非，亦都會同上級咧會有不和嘅。如果你喺體制入邊嘅環境之下工作咧，亦都你會有多啲唔滿意嘅。女士咧，亦都容易同另外一半會多摩擦，睇另外一半唔順眼。暫時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